给目酒用白麦189 189几多竿6 ？6竿，按样算起来一竿要几多钱31班？31个班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我错了。哦，你算不出来啊？好，你先算哈。好来，你等位目酒店来，买到个目酒店来，算到嘛？给用白麦几多竿？4竿，4竿几多钱？4竿369，按样算起来一竿几多钱？93斤元。哦，头先嗰片买嘅一竿才31个班呢。还高级嘅。哦，你係高級的啊？好了，你等会来得63呢？63到嘛？好，来。哦，你等会最便宜呢，你就买嘅係马酒。哦，中胸几多钱？中胸几多钱？2片啊？中胸几多钱？586。哦，586几多竿？几多竿？哦，24竿啊，一竿算起来几多钱？24条。哦，好，安排好来问你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有进来，进来。哦，佢有幾多竿？有幾多竿？4竿。你冇講幾多竿？哈？幾多竿？有4竿，你說4罐，4罐4竿，一竿幾多錢？一罐幾多錢？來這邊42，40米。哦，一竿40米條，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算7，開始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